今日平日新牧師嘅廣播。今日邊個係我哋嘅大祭司呢？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今日喺天上，佢將你帶到邊度？係佢嘅心上面。因為胸甲，注意到胸膛嘛？胸膛係愛嘅地方，你喺佢嘅心上 ，Amen。你係如此接近佢嘅心，呢個就係點解啟示帶來智慧同亮光。當你懷抱佢對你嘅心，啟示就嚟到啦。Amen， 因為烏靈同埋土明係照亮同指引人嘅光同完美。以前以色列嘅諸王會尋求大祭司，聽取烏靈同土明、光明同完美嘅指引。佢從大祭司嘅胸甲上發出光輝。但如果你注意到呢12支派，佢哋由不同嘅寶石或者係石頭代表，例如猶大，然後有以撒迦、西布倫，有唔同嘅數同唔同嘅行，佢哋都係由唔同嘅寶石嚟到代表。呢個係意味着乜嘢呢？如果你試諗下，盡管我哋可以話我哋每個人都喺基督嘅心裏邊，但主更想我哋知道自己係喺本地嘅教會裏邊。點解呢？因為請注意，呢個唔係我哋每個人嘅名字，而係各支派嘅名字，刻在胸牌嘅石頭之上。所以呢度刻嘅係12個部落嘅名字，而唔係部落中嘅人。呢個說明咗上帝希望我哋睇自己為本地嘅教會，就好似以色列有12個支派，但佢哋都係一個以色列。呢度有多樣性嘅統一，各處嘅本地教會都有一絲光明同榮耀，有嗰度獨有嘅基督嘅榮耀。我哋冇人能夠完全反映出基督嘅全部榮耀，冇嘅。我哋係互相依賴嘅，每個人都有其他人冇嘅優勢，每個人都有美麗嘅基督嘅光輝，係其他人所冇嘅。但放埋一齊就能夠睇見佢完整嘅榮耀。哈利路亞！讚美主，讚美上帝，上帝將我哋安排喺嗰度，本地教會係如此貼近佢嘅心，所以佢對7個不同嘅教會講咗7個不同嘅信息。呢啲係啟示錄裏邊嘅本地教會。如果上帝一直都考慮普世教會，一個信息就已經足夠啦。但係唔係，上帝嘅心係如此靠近本地教會嘅。讚美主，佢係如此接近佢嘅心。哈利路亞！每當你諗到你本地嘅教會，讚美主，扎根其中，因為嗰度係基督嘅榮耀。哈利路亞！每一個本地教會都有自己嘅力量，有自己嘅魅力，係另一個冇嘅。但我哋要一同顯明基督榮耀嘅光，佢所有嘅榮耀同完美。讚美主！而家弟兄姊妹，魔鬼想阻止呢一切，但呢個想法好珍貴，讓我哋知道本地教會嘅所有麻煩都係來自魔鬼想敗壞基督嘅榮耀。當我哋知道我哋嘅位置係要榮耀基督，唔係為咗我哋自己、教會或者係家庭嘅名義，要被讚頌同埋榮耀，而且係要榮耀耶穌基督。Amen。如果呢個係我哋嘅動機，我哋就與聖靈同佢嘅旨意同在，讚美上帝，感謝耶穌。你所做嘅一切都必亨通，因為你與上帝喺教會裏邊所做嘅係一致。仇敵嘅所有攻擊都係一樣。有人問我呢一個問題，皮牧師你點睇啊？俄羅斯襲擊烏克蘭，仲記得今年年初，當我分享今年嘅主題安息和加速之年嘅時候，我話你喺今年會前所未有地感到呢一節經文嘅真實。我講咗呢一句說話，佢一直喺我嘅靈裏邊浮現。我係咁樣分享嘅，馬太福音24章呢一節不斷出現，你們要聽見戰爭，也聽見戰爭的風聲，你們要小心，不要驚慌，因為這是免不了的，不過結局還沒有到。今年年初，當我分享今年嘅主題嘅時候，呢一節經文一直喺我靈裏邊出現。我話你會睇到戰爭，你會聽到軍刀嘅聲音，但係上帝想讓我哋睇到嘅係耶穌說，你們要小心，不要驚慌。
你們要小心，不要驚慌，因為這是免不了的。佢繼續話，不過結局還沒有到。人們問，呢個係苦難嘅開始咩？唔係，呢個係分娩陣痛嘅開始，而唔係大苦難。佢唔係。Amen。如果你繼續讀落去，耶穌說，一個民族要起來攻打另一個民族，一個國家要起來攻打另一個國家，到處都有饑荒和地震，這一切不過是痛苦的開始。而家睇睇第6節。你們要小心，不要驚慌。你們要聽見戰爭，也聽見戰爭的風聲。你們要小心，不要驚慌，因為這是免不了的。不過結局還沒有到。我再講一次，不過結局還沒有到。你知道，當主講到末日嘅時候，門徒們好清楚結局係啲乜嘢，佢哋知道係主嘅日子。先知以賽亞亦都講咗好多關於主嘅日子嘅預言。所以當主講末日嘅時候，佢哋知道末日係啲乜嘢。事實上，佢哋問佢，耶穌坐在橄欖山上，門徒暗中前來問他，請告訴我們，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呢？你的降臨和這世代的終結有什麼預兆呢？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呢？你的降臨和這世代的終結有什麼預兆呢？耶穌回答他們，你們要小心，不要被人迷惑，因為許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來，說我就是基督。而家我想同你哋分享一啲上帝放喺我心裏邊嘅事。我同你哋分享嘅呢一啲真理係上帝啟示俾我嘅。我喺幾年前分享過，但上帝仲揭示咗更多。今日我想深入探討呢一啲問題。當上帝向我揭示嘅時候，我非常激動。我希望你都能夠領受。Amen，讚美主。我喜愛牧養教會同埋上帝嘅群羊。每當上帝向我揭示美好嘅事物，我會確保你能夠收到。讚美主，哈利路亞。而家，如果你仔細睇一睇第一個預兆，耶穌說，因為許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來，說我就是基督，並且要迷惑許多的人。我哋列個名單啊。假基督嘅第一個記號係假嘅教導。首先，我哋知道會有一個敵基督，係會有一個敵基督。但喺約翰嘅時代，約翰說已經有好多嘅敵基督。佢嗰時已經係咁講，但係將來會有一個敵基督出現。但係有一種預表，係會話俾你知有事情要發生。Right， 就好似喺美國，你沿住街道揸車，你睇到商場裏邊所有嘅聖誕裝飾，然後你知道佢哋為聖誕節裝飾，你知道感恩節會先來。所以當你睇到預示着主降臨嘅跡象，而我指嘅並唔係被提，我指嘅係被提會先發生，我指嘅係耶穌回來。Amen， 審判終會到來，佢會糾正呢一個世界。我係講嗰個時候。但你知道被提係會先發生 ，Amen， 就好似感恩節會喺聖誕節之前。呢一度我哋睇到分娩陣痛嘅開始。耶穌喺馬太福音24章說：這一切不過是痛苦的開始，這一切不過是痛苦的開始。有一個翻譯講係分娩陣痛嘅開始，呢個更好地反映咗希臘原文分娩陣痛嘅開始。當一個女人要分娩，佢會有陣痛，唔係痛，係陣痛。OK， 當佢臨產嘅時間越嚟越近，分娩嘅陣痛都會越嚟越短。所以當我哋睇到好多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，我哋就知道末日即將來臨。我哋知道主耶穌必先為我哋翻嚟。阿們，我哋冇經歷苦難，所以俄羅斯進攻烏克蘭並唔係我哋已經陷入困境嘅徵兆。我唔認為呢一種情況會喺而家發生。我想同大家分享，上帝剛剛俾我用嚟餵養俾你哋嘅。讚美主！耶穌講嘅第一件事就係假基督。假基督嘅意思係將來會有假基督，但係今日要提防虛假嘅教導。Amen， 反對基督嘅教導，任何唔指向基督嘅嘢都係假嘅，就好似假基督。所以我喺呢一度寫下咗虛假嘅教導。耶穌喺馬太福音24章講嘅第二個徵兆係：你們要聽見戰爭，也聽見戰爭的風聲。第二個係戰爭，戰爭係一件大事，會有炸彈同大屠殺。我哋唔想捲入戰爭，OK？但我哋嘅日常生活可能會有小型嘅戰爭，同某人爭吵，丈夫同妻子。
孩子同父母、父母同孩子各種關係之間，呢個亦都係戰爭嘅一種。所以我喺呢度寫咗衝突。耶穌講嘅下一個徵兆，留意呢個係順序嘅，到處都有饑荒和地震。佢講下一個徵兆係饑荒。饑荒係啲乜嘢？係缺乏。下一個徵兆係饑荒。饑荒意味着缺乏，根源就係缺乏。今日我哋睇到呢一種靈正在工作，呢一切都係同一個邪靈造成。最大嘅形式係戰爭，最小嘅形式就係衝突。所以呢個係一樣嘅。OK， 最終嘅形式係敵基督。喺日常生活中將會有虛假嘅教導。饑荒亦都係一樣。乜嘢係饑荒？饑荒係一件大事 ，right？ 係一件大事。通常佢會覆蓋一大片領土同埋土地 ，OK。但喺日常生活中，佢就係缺乏。呢個係邪靈嘅工作。呢個我以後再講。當耶穌提到饑荒之後，就係各地嘅瘟疫同埋地震。呢個係名單嘅下一個。瘟疫同埋地震，當然有咗瘟疫就會有疾病，同埋有死亡。有趣嘅係，幾年前上帝開咗我嘅眼睛，讓我能夠睇見耶穌所講嘅與啟示錄第6章嘅相似嘅地方。啟示錄第6章說，羊羔揭開了7印的第一個印的時候，我觀看，就聽見4個活物中的一個發出好像雷轟的聲響，說：你來！我觀看，見有一匹白馬，係乜嘢？係一匹白色嘅馬，騎在馬上的拿着弓，有冠冕賜給他，他就出去得勝，並且要再得勝。呢個騎喺白馬上嘅人有一頂冠冕，佢得到冠冕就開始四處征服。注意，佢有弓，但係冇箭。佢有弓，但係冇箭。換句話講，佢只有形式，冇實質同埋力量。而箭係代表着上帝嘅話語。佢有虛假嘅外表，佢係假基督，佢係假教師，佢到處誤導人。佢只要存在就能夠威脅到你。佢好似有箭，但佢只有弓。留意到呢一度提到佢有一頂冠冕，而非常有趣嘅係，當拉丁文聖經問世嘅時候，如果佢哋將冠冕翻譯成拉丁文，係會係 corona。古希臘文亦都係一樣，但通用希臘文係 Stephanos， 但喺古希臘文係 corona， 法文裏邊係 coronae。呢度好有趣，我只係覺得好有趣。呢個唔正正係冠狀病毒咩？我唔知道，好有可能佢係講緊冠狀病毒將會導致大量虛假教導出現。我哋要小心啲，弟兄姊妹。即使係而家，我哋聽到末日嘅教導同埋所有嘅一切，引起咗好多人嘅恐懼。如果佢引起恐懼，朋友，嗰個唔係上帝。可見信心是從所聽的道來的，所聽的道是藉着基督的話來的。所以如果你認為聽到嘅係基督嘅道，佢應該係產生信心，而唔係恐懼。而家你會問平牧師，點解你要分享呢啲嘢？呢度嘅靈糧係乜嘢？馬上就嚟到。當你理解並確立咗所有嘅呢啲嘢，你就會睇到答案，包括你同家人。Amen。為咗你同你嘅個人需要，喺今日嘅分享會有答案。因為上帝俾咗我呢番說話分享俾你，但我哋首先睇睇佢哋對應着乜嘢。白馬係名單上嘅第一個，白馬上嘅人，睇下佢哋對應着啲乜嘢。羊羔揭開了第二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：你來。留意順序，呢個係第二道印，就另有一匹紅馬出來，騎在馬上的得了權柄，可以從地上奪去和平，使人互相殘殺，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。呢一匹係帶來戰爭嘅紅馬，呢啲馬都係邪靈。我會用撒迦利亞書話俾你知，呢一啲都係靈。聖經說佢哋係靈，呢一啲馬都係靈。Amen。佢哋係黑暗嘅國，無論佢哋走到去邊一度，都會帶來聖經所講嘅一切。白馬係假教導，
如果係紅馬，嗰個就係日常嘅戰爭。呢個靈係會襲擊本地教會或者家庭，佢會喺某種意義上產生衝突、分裂同埋引起誤會。喺啟示錄第6章，羊羔揭開了第3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3個活物說：你來！我觀看，見有一匹黑馬，騎在馬上的手中拿着天平。天平代表着商業，所以呢個靈帶來饑荒同缺乏。順帶一提，佢哋係馬，因為佢哋嚟嘅時候速度好快，無所畏懼，會直接投入戰鬥。而且跑得好快，呢個係將會發生嘅。饑荒意味着匱乏。如果你而家有匱乏，或者總係有匱乏，可能你被呢個靈襲擊咗。上帝已經為你預備咗答案。讚美主。清單嘅下一項係耶穌喺戰爭同紛爭之後所講。佢講到饑荒，黑馬上有個人。然後我哋嚟睇第4個。羊羔揭開了第4個印的時候，我聽見第4個活物的聲音說：你來！我觀看，見有一匹蒼白的馬。呢度嘅蒼白非常有趣，希臘文係 Karos 係葉綠素嘅來源。佢唔單止蒼白，而係死亡嘅顏色。你知道人死後呢個可能有啲恐怖，但如果你喺一個人死後幾日再睇佢，佢會變綠。即使只係過咗1日，佢嘅臉色係會發青，青色嘅蒼白，唔單止蒼白，會有淡淡嘅綠色，然後衍生出葉綠素呢個字。Karos 係一匹蒼白嘅馬，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，陰間也跟隨着他。他們得了權柄，可以管轄地上的1/4，又要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和地上的野獸去殺人。所以名單嘅下一個係騎在蒼白綠色馬上嘅人。而家呢啲聽起嚟好消極，你話牧師啊，點解會講呢啲？我同意你嘅睇法，但係每當上帝俾我哋啟示，都係想我哋得到佢嘅屬靈智慧，以致可以處理生活中嘅事情。Amen。而家我想提醒你哋，會有一個敵基督來到，但喺日常生活中，呢個邪靈將以虛假嘅教導出現。喺呢個之前，將會有一場大戰，以及係其他戰爭。在之前會有衝突，每日都有衝突。魔鬼想我哋與人嘅關係變成咁樣，所以我哋必須要保持警惕，留意正在發生嘅事情。朋友，呢啲唔係朋友。Amen。呢啲唔係好嘅嘢，死亡、瘟疫唔係好嘅嘢。我哋希望喺上帝嘅話語中揾到答案。而家我哋嚟睇一啲非常有趣嘅嘢。喺啟示錄之中，聖經喺啟示錄第4章說，寶座前有一個看來好像水晶的玻璃海，在寶座中間和寶座周圍有4個活物，前後布滿了眼睛。第一個活物像獅子，講獅子；第二個活物像牛犢，就講小牛；第3個活物的臉面像人，講像人。第4個活物像飛鷹，飛鷹，所以有一張人嘅臉，獅子、牛犢同飛鷹。朋友，呢個好有趣，因為我哋知道呢個係耶穌嘅4張臉。我喺呢一方面有一系列嘅教導，但重要嘅係我哋要明白到呢一點，因為呢個實際上係呢4個黑暗國度嘅答案。呢個就係上帝俾我哋嘅答案。上帝點樣向我揭示呢一切，將會非常有趣。好多年前我都分享過4騎士，但佢揭示咗更加多。我想同你哋分享耶穌嘅4張臉：人臉、獅子臉、牛臉、鷹臉。呢4張臉對應着4部福音書，關於我哋主耶穌基督嘅生死同復活。聖靈認為用4卷書，同埋只係用4卷書去描述主嘅生死復活係合適嘅。4福音書：馬太、馬可、路加、約翰。馬太福音被稱為王嘅書卷，佢彰顯咗耶穌係王，以色列嘅王，國度嘅王。
哈利路亞！耶穌喺馬太福音中預言、談論同埋教導。喺馬太福音中，天國呢個字比其他任何福音都要多。天國，天國就係耶穌所帶來嘅。Right， 天國。如果以色列人接受佢為彌賽亞，呢個係隨手可得嘅。耶穌說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，但佢哋拒絕，所以王國而家暫停咗。All right， 所以我哋而家係屬靈嘅王國，但喺嗰時佢俾佢哋一個真正嘅王國，但佢哋拒絕。盡管係咁，呢個都係會發生嘅。當佢再來嘅時候，佢要建立一個真實嘅王國。佢必在其中作王，讚美主，會來自耶路撒冷。馬太福音將耶穌描繪成王，而野獸之王就係獅子。之後係馬可福音。順帶一提，馬太福音談論到佢嘅家譜，因為要了解國王嘅家譜，睇睇佢有冇資格。只有兩本福音書提到佢嘅家譜，馬太同埋路加，但係馬可係冇嘅。馬可並冇提及家譜。第一章就係咁樣開始，請攞出一支筆，記下喺第一章出現嘅馬上、立刻、突然、立即、直接呢一啲喺馬可福音第一章係頻繁出現。馬可並唔似馬太咁樣去敞開心扉。馬太講述耶穌基督嘅家譜，因為有需要了解國王嘅家譜。但喺馬可福音裏邊，耶穌被描繪成牛，強壯，而且係勞動。喺馬可福音中，我哋睇到主耶穌嘅主要特徵係佢一直正在工作，佢總係服務，佢常常行善，醫治一切被魔鬼壓迫嘅人。永遠都正在服務，不知疲倦，堅強地勞動，就好似聖經上面講牛好強壯，經常勞動。呢個就係馬可福音嘅圖畫。點解馬可福音裏邊冇家譜呢？因為你唔會去問僕人，佢喺嗰度被描繪成一個強壯勞動嘅僕人。Amen。你唔會問僕人嘅血統。喺路加福音，你可以再次揾到家譜，因為喺路加福音之中，你會發現人子呢個字出現得比其他任何福音都要多，因為佢被描繪成一個人。Amen。一個人。然後係約翰福音。約翰福音並冇提到家譜。點解？因為耶穌一開始就被描繪成上帝。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，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後來又話道成了肉身，所以冇提到血統，因為作為上帝，佢冇開始，亦都冇結束，佢係開始，亦都係結束。讚美主！但人總有開始。永恆嘅上帝降臨，接受咗人類嘅肉體，成為一個完全嘅人，完全嘅人。唔好誤會，佢完全係人，但亦都完全係上帝。Amen。直到永遠，佢就係而家坐喺父右手邊嘅神人。讚美主！呢個就係4本福音書，佢哋亦都有4種不同嘅顏色。但喺呢一度，我哋想睇到嘅係呢一啲描繪嘅動物。除咗路加福音係人嘅臉，馬太係百獸之王獅子，因為佢被描繪成國王。然後馬可強壯嘅勞動被描繪成強壯嘅牛。然後就好似我剛才講嘅，路加就係人嘅臉，神聖嘅神子從天堂嚟到，道成了肉身，道成肉身就係鷹嘅圖畫。Amen。因為鷹飛得比其他嘅雀仔更加高，佢係禽鳥之王。Amen。佢係屬天嘅鳥，係一種神聖嘅生物。Amen。呢個係約翰福音嘅圖畫，耶穌被描繪成鷹。呢度嘅每一張臉都係關於呢一啲邪靈嘅答案。Amen。我哋從中睇到同學到啲乜嘢呢？阿們。喺呢個之前，我哋先睇睇以西結書嘅第1章。以西結書1章說，以西結活在耶穌以前，
Right， 大約係基督來到之前600年，佢預言咗佢係巴比倫被擄時期嘅一員。佢喺加巴魯河邊預言咗以西結書上所講嘅一切預言。睇下呢度，以西結書1章第10節，至於他們臉孔的形狀，4個活物都各有一個人的臉孔。以西結睇見上帝嘅榮耀就係天上嘅異象，佢睇見基路伯就係上帝寶座周圍嘅活物。順帶一提，呢啲生物都有耶穌嘅4面 ，Amen。因為佢哋反映咗佢哋嘅上帝，佢哋嘅主人，佢哋反映佢哋嘅主，佢哋有耶穌嘅4面。再一次注意人嘅臉，在右邊各有一個獅子的臉孔，注意右邊嘅方向，在左邊各有一個牛的臉孔，此外各有一個鷹的臉孔。所以我哋咁樣描述佢 ，right？ 耶穌作為人嘅臉。右邊係獅子，牛喺左邊，而鷹就喺後面。呢個點解好重要？因為朋友，有趣嘅係，以色列人喺曠野喺會幕嘅四圍紮營。哦，哈利路亞！朋友，上帝隱藏着會幕嘅秘密，甚至係對現在生活喺新約中嘅人嗰度嘅預表影子，用一種前所未有嘅方式去同我哋交流。每一部分都係談論耶穌同佢嘅榮耀。所以詩篇29篇入邊有一段經文說：凡是在他殿中的都說榮耀啊！大家一齊講榮耀啊！每一件家私，每一個顏色，所有嘅織物，每一樣金屬，會幕嘅一切都係呼喊着榮耀，哈利路亞，就好似本地教會一樣，每一個本地教會都係基督嘅榮耀，讚美上帝。下一集嘅廣播，當我哋與別人分享耶穌嘅時候，佢就出現啦。我哋能夠感覺到佢明顯嘅存在。Amen。我哋感到被愛，我知道佢一直愛我哋。有時提起佢，你會感受到佢嘅愛係咁美妙㗎。你越係提起佢，就能夠感覺到佢與你同在。